為照顧學童視力健康，減輕經濟不利家庭的負擔，民間愛心社團發起做動配件公益行動，6號在永華市政中心舉辦捐贈感謝儀式。市長王偉霆表示，良好視力甲學習表現息息相關，市府長期推動護眼政策，為用眼習慣到及早矯正，攏唔通忽視。感謝社會各界以實際行動協助弱勢學童，不僅補足資源的缺口，也展現公私協力的溫暖力量。有一些孩子，他可能因為家裡的因素，或者因為家長疏於注意等等的因素，所以說他一直沒有佩戴眼鏡，那這樣會嚴重影響他的學習，也嚴重影響他的生活日常的便利以及安全。因此呢，我們幫忙孩子來檢驗視力、檢查視力，然後佩戴眼鏡，是變成非當務之急。那所以說非常感謝義載同濟，也謝謝東興眼鏡，謝謝家長會聯合會，還有謝謝蔡立青、翁正豪，翁正培兩位議員，還有他的執行長，那公司翁正豪。市府嘛特別感謝議員蔡立青、詹培亞關心促成，結合社團、家長組織、甲企業力量，希望會當為弱勢學童打造更加友善學習支持環境，落實教育公平。台南新聞張秀維採訪報道。